劳动部下面的北分署公务机关受霸凌出来行底路调查了后，认定无直接关系，但是情节重大，对黄台下令类似事件1礼拜内完成调查。有教作业老师甲查甫囡仔帮私密处，法官问专家了后，认定这行为无符合原住民传统，该判刑5年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4强春款赛头一场，台湾是输予委内瑞拉。庄教练詹和区伊伫咧比赛了后就表示，其实讲大家是拍了袂歹，只是有小可的失误。不过教练也讲，这失败了后是这教练爱承担责任在伊。免钱发乌烟的面巾，免费送400支世纪国旗。台湾和委内瑞拉比赛进前，有台湾球迷伫咧东京巨蛋外口等团结。好，在对委内瑞拉的比赛之前呢，其实在现场有非常多的台湾球迷，特别从台湾过来东京巨蛋。像画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带着这个巨幅的国旗，准备要进场为中华队来大声的应援。希望球员可以把这边当成是我们另外一个主场。那我希望感染到当地的人，大家一起帮台湾加油，这样。台湾球迷甲东京巨蛋当作主场来乌烟，选手拢感受到啊。只是这场比赛中华队共7支hit度，比委内瑞拉加1支。但是伟哥先发投手，富邦悍将的罗哥和牛平联手送出13个三振。其实整场不是没有机会，其实整场在第4、第5局，我们都有机会。但我们没有掌握住。那不过，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你没有掌握住，那别人掌握住的机会，当然就是就会变成是最后的结果。先发pitcher黄祖平是以无想要输的心态起哩，但是唯一一粒7投球，互攻出2分炮，互对手赢。比赛了后，伊讲自己接到这一场在先发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抱着不想要输的心态去面对他们。那今天就是那一颗球被掌握到了，那自己就是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要再继续努力加油，但是每一场比赛就是尽全力去投每一颗球，为球队做贡献。复赛的第一战输啊，总教练詹和区讲责任伊来排，但是这场比赛斗打的整体表现袂歹，明仔载阁是新的一天，咱继续来拍拼。记者日本东京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霸凌的事件，劳动部下面的北分署有公务人员互长官霸凌出来行底路，调查了后认定无直接关系。劳法署的副署长黄玲玉表示，虽然谢基勇无对员工直接霸凌，但是情节重大。真正的劳动部长柯明春也出面，除了会室的也表示遗憾，强调迄个时阵伊是完全唔知。目前行政院长杜永泰下令，类似事件1礼拜内要完成调查。要真相！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公务员行底路的事件，独显员工过劳，还有分署长谢基勇哪像长期甲下死霸凌，时代力量甲基进党早起去劳动部抗议，针对代志发生了后2礼拜才公布，还有调查的结果表达不满。劳动部副署长黄玲玉，伊正做调查报告访谈员之一，伊讲调查小组拍拼找出真相，不过因为时间真短，确实有所限制。调查出来应该是说他没有对无缘有直接的霸凌，但是因为他的领导风格造成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可能有间接影响。事实上，这个结论是有证称他是职场霸凌，而且情节重大。有风声讲2月份就有劳法署的同仁顶情，迄当阵的政务处长王安邦就约谈谢基勇，迄当阵的部长柯明春嘛互指控讲是假案。针对这点，伊讲迄当阵无法度随知影而且处理，伊感觉真失礼嘛真遗憾，嘛强调讲伊迄当阵并不知这件代志。王安邦次长要约谈谢宜勇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晓得。他约谈他之后，照理说要往上呈报，也没有。有牵涉到职场的霸凌，我一定是零容忍，我一定送政风，把它查清楚。如果是有这种情形，我们当然要惩处。不过代志发生到大，当事者谢基勇一直拢无出面。20透过声明讲伊有反省，嘛有找律师强调讲，这个员工行底路的原因，甲伊管理的风格失当并无关系。而且劳动部考察会结果出来，副署长谢基勇记2支大过，确定免职。部长何伟山口头请示，日伊请假，并不出席行政议会。部长有口头请辞，院长也已经说过了，还是要请部长先完成手上的任务，然后先把这个责任追究完成。也有若干部会已经被检举、被揭露有类似的行为，我再次的重申，1周内完成调查，有就处理，没有就查看内部的这种反应机制，
够不够安全。洛阳台甲罗总统拢甲受到影响的公务同仁会室内，洛阳台嘛向各部会下3项命令，请各首长爱自我要求甲调查，而且预防佫发生，也佫有强化机制保护同仁。目前专案移送检调，新北地检署已经分他2案，甲这议员来做被告来调查，向渎职的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保障劳工权益的这案法面定，这雇主爱预防工作者因为他人行为遭受身体或者是精神的不法侵害，内部也爱有申诉预防加处理的相关机制。不过，真侪民众认为讲这申诉无意义，法令强度也无够，也或者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等12个团体来联署，要求爱重新启动调查，开放公务人员组织工会来保障各种工作者的权益。去年底，上千个企业工会成员劳工伫高雄大游行，提出开放消防员做工会者的诉求，但是法令敢若是未符对着现实的需求。劳动部下8分署的公务员疑似互中国霸凌，想袂开自杀。工会场的霸凌真受关注，但是真侪民众嘛拢讲，霸凌定发生伫顶管队下骹，就算公司有申诉的管道嘛，未感觉有效。申诉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我觉得在台湾任何地方都一样，因为。就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他今天是被上级去骚扰、去霸凌，那我申诉上去也是上级。跟同事一起讨论说，就是你觉得这种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就是申报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最后一定不会是我去开口，因为我的个性，我可能到最后讲一讲，我可能还是会自己吞。这案法明定，雇主应该预防劳工因为别人的行为受到身体也是精神不法的侵害，但是内容大多数拢是预防通报，较少具体针对事件调查也是处理的规范，就算向地方政府申诉，劳检雇主嘛是稽查雇主建立相关规范机制。霸凌事件的个案，有的是公务员，也是老师者身份，受限法令无法度成立工会，唔知影找上到3工。一个就是要严惩旧者，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开放主工会。我想让受雇者团结，才有办法在这个部分去维护劳权。第3个就是落实劳动尊严。律师建议讲，劳工若拄着工课场的霸凌，会当照规范一案法，提起刑事告诉，也是民事的劳动诉讼。可以调阅公司的监控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一些群组的对话，或者是公司的有一些录音的录影的资料，这些都可以来主张。能够保存的资料当然是越久越好。嘛建议第一笔申诉结果若无满意，会当向劳动主管机关来提起再申诉和行政诉讼，又无共管道捍卫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有员工传出因为受场馆的霸凌者来行底路，本地是甲这劳法署北分署长谢基勇降职。不过，昨劳动部长何佩珊说解释，讲要技能代过，而且甲伊停职。目前外界是针对着这调查报告是正不满的，时代力量是呼吁社会会继续关注这件代志，也希望建立工课场的反霸凌制度，避免遗憾搁再发生。反霸凌，反霸凌，要真相，要真相，扩大调查范围，扩大调查范围。时代力量党主席甲法律系教授21甲乌布挂伫劳动部门口，伫劳动部外口召开记者会，呼吁主管职业安全法保护劳动安全的主管机关劳动部，应该爱对这届的北分署公务人员行底路的事件反省，希望会当扩大调查，互家属全国公务人员各有劳工朋友一个交代。所以我要呼吁的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院级的调查小组，而且应该要纳入外部的专业的独立的人士来协助调查劳动部的霸凌事件。现场法律系教授也表示，在做行政调查的时，会拄到内部人员无愿意透露相关的信息。不过，伊也强调，把程序做好，公开透明，让民众信任这件代志非常重要。基本上来讲，调查出来的结果跟理由无法相符。然后呢，调查的结果，今天是一个结果，明天是一个结果。如果劳动部自己处理事情都不能这么仔细，都不能处理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做的话，
那怎么要求其他的劳动者都会去相信劳动部是一个做事情可以帮他们主持公道的一个机关？另外，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如强调，目前咱台湾无工课霸凌防治的制度，即摆这案款敢若会当保障检查是毋是有做好预防措施，无法度针对霸凌行为去调查处罚。希望未来会当参考校园霸凌相关防治办法，各政府单位赶紧建立工课场上反霸凌的调查机制加审议机制。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高雄有一个对外口聘请来一个族语老师去到国校内面呢，教这学生囡仔讲族语。而这个老师是嫌伫咧2021年到23年之间来教族语的时阵，会甲这学生囡仔乱蒙。虽然这是有甲这个老师依上法办，不过这个老师也辩解讲，甲囡仔蒙这私密处是种原住民的传统。法官向原民会确认了后，认定老师的行为无符合原住民传统，造成6个查甫囡仔受到侵害。一审改判5年6个月。线顶课程指导学生族语，这个外聘的姓的老师，捌伫高雄真一间国小教族语，涉嫌2021至2023年中午伫教学期间，甲查甫囡仔私密所在，甚至翕不实的相片，互人移送法办。审理期间，伊选硬拗讲是甲对方私密所在是一种原民传统，代表长辈真久无看到实在查甫囡仔所做的动作，不过法官无认同。他对男童猥亵这个行为，经过原民会的说明，并不符合他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习俗。法官认为这是硬拗的，因为伊教的学生囡仔毋是真久无看，受害者嘛讲老师无教过这个传统。清查了后，确认姓地老师涉嫌对5间国小拢总6个查甫囡仔威胁47届，一审判刑5年6个月。市府回应，这个族语老师本来服务学校有12间，目前学校拢已经聘请其他族语教师，也是申请中央线顶同步教学，来维护学生囡仔的受教权。带着性别歧视，或者是会造成一些性别的不平等的一个因素的话，我们其实是有大人们或社会政策是有一些责任，我们要是针对我们的文化来做一个检视。立宪基金会表示，提醒囡仔对身体界线的观念是家庭教育中真重要的代志，慢慢影响互囡仔对家己身体自主权有观念。准讲文化传统，也是其他讲法出现不同行为，也当互囡仔清楚判断是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搁再发生这龙洞犬的攻击事件咯，进前有8户狗仔加死，最近是这基美博物馆湖边一只牛，互这狗仔加死。东埔厝讲伫现场有掠到一只狗仔，也在当地里长是呼吁讲，因遐呢有这个龙洞狗的占地园区通好利用，也莫互这个龙洞狗仔四界走，和人发生冲突。基美博物馆甲领用的都会公园，无论是平常日也是假日，拢有侪人会来遮行搭。伫湖边啊，佫不时通欣赏鹅咧游水。毋过最近却传出其中一只号称乌链的鹅妈妈不幸死去，涂开白毛是互狗加落来的。当时有民众翕到狗咧蹭鹅的画面，嘛互游客真毋甘。足可惜，安怎讲？系啊，鹅啊，你即摆伊也甲伊教一只，较顶下佫会教愈济去。基美博物馆讲，这流浪狗并不是因饲的，有时阵会看到爱心妈妈来遮饲物件，官方已经通知动保处来处理，我掠到一只狗啊。动保处于今天已经出动麻醉枪，将问题犬捕捉安置。那后续会评估以往仁德暂置区供民众认养。阮甲带去遐是伫遐安置，互伊过足好、足快乐的生活，3顿有人饲，安全佮顾会到。我希望爱妈，你若想要讲照顾这只狗，爱这只狗。咱会当有闲的时阵，咱就来遐甲看。另外，伫新华南科地定区的地方地公园，有狗攻击人的事件。根据了解，有阿嬷参孙来遮散步，煞互狗叫，并将伫面册铺文，望里长出面处理。当地里长同步起付，煞互爱狗林淑梅。比较强烈的字眼在攻击里长，我觉得这样的事情非常的不对。有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反过来想，我们要保护的真的是人的安全，跟我们里民的安全为重要。林泰沙政策实施适当，真侪动物收容所面对数量超收、空间小 A 小可的问题，地方里长建议政府爱思考安怎有效改善的方法。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台湾好佚佗，这观光署统计全台湾的景点，这观光人次前10名出来啊。第1名是彰化的鹿港老街，今年前9个月就1.355万人次去遐行打。那去年的第1名就是台中的一中商圈落到第9名。旗山老街逢甲夜市这回是无伫咧前10名，或者是认为讲这观光景点一直有改变，游客才会一直来。鹿港天后宫前有真侪小学生做伙翕相纪念。鹿港老街有真侪人来行大食点心，买当游古迹感受人文。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1月至9月，全台湾10大景点，鹿港老街也甲周边地区得到头名，有观光客列入当年一定会来的名单。当地店头家嘛讲，这确实人有较侪，无意外。鹿港好像是我们每年必访的行程，我觉得这里的人文啊，就会想说想过来走走，路又很好，走的都变得很好，都很好走啊，吃小吃便宜啊，大家都来这里。规划的还不错，对不对？观光署统计前9个月观光区数据，鹿港老街甲周边地区以1355万人来过，领先全台湾各大景点。去年榜首的一中商圈落到第9名，旗山老街逢甲夜市这景点落出榜外。丁公所认为，鹿港有真特别的文化底底，是侪人爱来关键。观光客来到鹿港，都喜欢来到我们鹿港的老街，还有包括一些鹿港的一些古迹。还有一些寺庙走访，有文化有底蕴。当然，景点必须要不断的求新求变啦，那就是说，一个老的景点，你必须要这个跟业者一起去研究出新的玩法，这样游客才会不断的回流。观光学者表示，公单位真愿意把资源放伫上宽型旅游据点，袂够干那注重风景区，嘛因为景点变侪，游客颠倒分散去。日本的景点袂当满足现状，必须持续求新求变，想出新的算法，才有可能让游客一直搁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已经超过1000天了。20传出这乌克兰发射英国制造的暴风影飞弹攻击罗西亚境内，而且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会搁再提供美国的反步兵地雷。乌克兰伫发射由美国援助的长途飞弹，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攻击罗西亚了后，20国传出发射12粒250公里射程的英国制暴风影巡弋飞弹，攻击罗西亚西部的库苏克州。不过乌克兰是拒绝证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因为罗西亚伫战场该采用步兵的战术，所以美国决定提供伤害性地雷予乌克兰。The landmines that we would look to provide them would be landmines that are not persistent. We can control when they would self-activate, self-detonate. 美国甲英国提供武器予乌克兰，外界讲这亲像拍开万恶的鸭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如果为美国遐摕到计共2亿7500万美金援助的计划，包括无人机、海马斯火箭系统甲火炮等等，不过专家是认为无乐观。This is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Ukraine is on a losing trajectory, and this seems very much like a guilt trip on the part of the outgoing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防空警报又搁咧谈，罗西亚、乌克兰的局势这2天搁一届升级。美国、意大利、希腊甲西班牙等等的国家，20暂时甲驻基辅大使馆关起来，因为烦恼罗西亚会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不过乌克兰批评讲，这是罗西亚散布的假消息，因乌白喊讲有大规模导弹甲无人机攻击。要让大家感觉惊吓。Інформаційне нагнітання, яке було сьогодні, якісь панічні повідомлення, які пересилали, все це тільки Росія ж і допомагає. Будь ласка, бережіть себе, допомагайте нашій армії, дбайте, зокрема, щоб ніхто не міг використати ваші емоції в своїх власних інтересах. 罗西亚拍乌克兰超过1000天，莫斯科这个时阵嘛讲，愿意甲美国特别上任的川普政府谈判停战的协议。不过这条件对乌克兰是真不利，包括并吞乌克兰2成的领土，未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的军队嘛未当出现伫咧乌克兰的领土，敢若接受包括中国甲罗西亚等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安全保证，嘛未接受又在乌克兰发展军力。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发生伫咧2024年4月乔治亚州，迄当时呢有一个查甫学生被杀死，涉案的委内瑞拉非法移民伊瓦拉，伫这个月伫咧乔治亚州被判无期徒刑，而且袂当假释。也因为这个案件发生伫咧美国大选期间，非法移民的问题就变做焦点。而且当选总统的 Trump 也讲要把这非法移民拢赶走，提出这件案件引起众人的关注。
Count 1, malice murder, I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Count 2, felony murder, I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Count 1, malice murder, I sentence you to life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 这件大家将关心的命案是伫2024年2月2日发生的，地点伫乔治亚大学校园内。现年22岁雷肯莱利当地走近的时阵，去互匪徒暴力攻击，想要性侵了后杀害。凶嫌荷西安东尼奥伊瓦拉，2021年为委内瑞拉偷渡入境。根据政府调查，伊是委内瑞拉出名的乌道阿拉瓜列车的成员。这个乌道伫美国的活动范围有16个州。非法移民甲边界安全是这届美国大选共和党主要议题之一。代理移民局局长的霍曼已经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选定是边界安全最高指挥官。同时，川普嘛真一届宣誓，正式上任了后，就要展开大量逮捕也甲赶走非法移民的行动。对这件代志，一寡民主党执政的州甲城市地方首长先后表明，会坚定拒绝未来川普政府的措施，除了甲执政范围列入庇护城市，也是庇护州，阁要立法禁止地方警力甲联邦单位合作执行逮捕，也是赶走非法的移民任务。亲像洛杉矶市议会都通过类似的立法，并得要开始实施。另外，马赛诸塞州政府嘛重新申请加入无合作的行列。根据福斯新闻网的报道，移民局20宣布，伫马州逮捕3个非法移民，因分别伫美国甲巴西这个所在犯下性侵儿童的罪名。当地华府得要改掉换代的空棚，墨西哥甲美国边界有出现真侪非法的移民，希望伫川普上任进前会当入境美国，找一个庇护城市，也是庇护州通生活。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那做袂当自由去讲，你就袂当有自由的思想。来看这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一直咧限制这女性的权益，即马不拍算要来禁册咯，限制民众的言论思想。塔利班宣布讲会对册店、图书馆开始，那种有反伊斯兰、反政府的册，而且因会去检查这进口册，那种有违规，全部拢会列做禁册。塔利班警官徛伫赫拉特市海关仓库内底，检查为伊朗进口到阿富汗的册，已经重新接压阿富汗政权超过3档的塔利班，过去严格管理对伊斯兰教法的解说方式。3个月前开始对进口册内容做搜查甲评估，包括反对宗教信仰、教派、甲伊斯兰律法、政府，还有活体相片的册，拢要求册店甲图书馆下架。در اونها مسائل اختلافی، مسائل اختلاف مذهبی، عقیدتی باشه و باعث ایجاد مشکل بشه در جامعه ما و کتاب‌هایی که تصویر داشته باشه تصویرهای جاندار داخل از او باشه بر اساس پلیسی。因为甲伊朗同款拢用普斯语，阿富汗国内大礼拜为伊朗进口的册有数千本。今年10月，阿富汗资讯甲文化部宣布，已经查明有400本的册，甲伊斯兰阿富汗的价值观互相冲突，其中大部分的册是为市场收集到的。另外包括东方将新民的黄昏、人质耶稣，嘛分别因为反文化甲言论对新民无礼貌，拢互列做禁册。甚至连阿富汗前教育部长巴尔基用西亚角度看待阿富汗的作品，嘛看作是和平宣传和禁止。کتابایی میگن که درباره توهینات به دین به فرهنگ افغانستان به نظام افغانستان که توهین کنه اینا ممنوعه میگم نیارین بعضی از کتابایی که تصاویر مبتذل داشته باشه اونا رو میگم ممنوع نیارین 暂时，塔利班政府已经发放《古兰经》甲其他伊斯兰的文字资料，代替受到查禁的册。有喀布尔的出版商表示，近前阿富汗政府虽然造成社会真侪乌西压力甲其他问题，嘛有册和查禁，也毋过至少有言论自由。暂时塔利班有真侪新早行为，互因真歹做代志，嘛互社会惊吓的气氛是解脱。虽然塔利班伫阿富汗社会制造恐怖的牵制气氛，也毋过有关有册商保留部分的禁册，小小阿卖。公司新闻台是董炳佑。咱进前的海军新江南舰长卢勒斯，前日昨晚去到中国珠海航空展，对中国是扑扑塌塌引起争议。民进党立委区志伟提案修法，把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范的对象扩大到校校以上，而且有领终身俸的人。地区会表示支持，也谴责卢勒斯伤害国家尊严。 实际上的真相告诉大家，让大家观众知道我们中国有多
多强。目使敢袂讲出要互国人知影中国有偌强，前海军新疆舰的舰长卢雷斯伫中国珠海航展发表亲中国的言论，引起震撼，外界担心恐惊会变做中共认知作战的样板。民进党立委区指挥也开始要修法，祭出卢雷斯条款，要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原本规范的处罚对象是退伍将领，即嘛要扩大到校级以上领有终身服的退伍军人。对此，退伍会主委颜德发日表示支持，也强烈谴责卢雷斯言论不当啊，严重挫伤了我们的国家的尊严，那么也摧毁了我们军人的核心价值，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这是很不应该的。颜德发讲，只要是维护国家安全，因拢支持。李伟也关心国军退队的官兵辅导条例是不是公布修正，针对有损国家尊严的退伍军人，停止相关福利待遇。我的建议是由相关的主政机关、权责机关去做责任认定，因为我们是执行单位。针对退伍官兵抑个退伍将领到中国发表导航主义的言论，最近常常发生。颜德发认为，中共是操作理由通奸，侮辱我国自己的这个国军。我无法理解是说，我想请教这个主委哈，就是说这个心态上面的变化。中共在统战方面哈，是无所不用其极。也拿退伍会深化国际交流这么有进展，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化，除了美国、日本，这么也积极拓展加英国、爱尔兰一个捷克的友邦，加强加欧洲阵营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国安局校长谢静华因过是这总统赖清德伫咧做副总统的时阵的警卫室主任，不过进前逼出这低体测的成绩造假，今年搁再逼出食酒了后硬甲国防部一名查某上校针，提供无正确的信息，互调查人员落要互技能代告。监察院今仔日以这谢静华伤害国安局形象，全部通过单核专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国安局校长谢静华因为捌担任总统赖清德副总统时期警卫室主任，名声真响。今年却传出酒后伫街路强奸已经结婚的国防部姓尤的女上校。谢静华事后接受调查，假造无实在消息，去互国安局记2大告停职，列作优先态度名单。监察院2日以全票通过单核，移送庭改法院。先是体测成绩造假，又是酒后违法乱纪，竟然还敢提供不实的讯息给调查人员。这种害群之马，重创国安局形象，早就该汰除了。谢静华酒后失态强吻女子，严重伤害国安局的形象，还有台湾民众的信任。监察院以全票通过了对谢静华的弹劾，这无疑对现在军纪的涣散还有废弛敲响了警钟。监委表示，谢静华伫内部调查违反公务人员诚信义务，讲做女方不是公务员，致使国安局用唔对的资讯对外说明，侵犯女方的人格尊严，嘛伤害国安特勤人员的名声甲形象，情况真严重。所以监察院13位委员全票通过提案，单核谢静华。国安局回应，尊重监察院审查结果，配合后续庭改法院的审理。你在外面的行为举止，照理说都不应该有这些状况了，而且又那么大胆放肆，考核、教育、训练跟这个都是一个循环，那个有一环没有做好就出问题。谢静华身为国安局人员，任务牵涉到总统等国家重要人士的近身警卫安全，行为操守爱更加严格。不过较早争议就不断，包括体测成绩假造唔知落台。谢静华触犯禁期，严重损害国安局的形象。立委认为，国安局应该启动内部调查，避免国安人员颠倒变做国安老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名姓条例修正，原住民族会当伫咧身份证的名姓记栏写族裔名，无一定爱写花分字。针对着这项修法，今仔日内政部公布名姓条例施行细则草案，定出详细改名指引。就台语文学者呼吁政府也着爱开放身份证顶头写这台文罗马字，尊重所有用母语的名。
世界12强棒球赛当日日，关注民团体特别打拼，用日本话小解台湾球员记了公馆的名声安怎念。今年5月，立法院通过姓名条例修正，允准关注民族身份证用关注民文字写名姓，也通免写中文。拜四内政部公布姓名条例施行细则草案，让民众甲户政机关有依据。由原住民族委员会调查确认传统姓名文化灌输。再由内政部会同原民会订定指引，因此在施行细则增订原住民族应依指引取用传统姓名。虽然2019年开始国家基建发展法，让民众申请护照会当伫外文名姓拿为写台文罗马字，但是这摆姓名条例修正，只有开放使用原住民文字，也无就要用中文。或者呼吁增加拿为和中文名姓、台湾罗马字名姓做伙写伫身份证顶头。其实你就算一般咱台湾人咧，讲台语，还是讲客语，还是讲其他无共语言咧，嘛是有这个需要啊。你想无讲你搁加一段罗马字。台语的拼音并不是姓名条例规定使用的文字啦，那需要由国家发展语言法其他的施行细则所规定的相关机关、权责机关共同研商。内政部表示，身份证加写台文名姓，牵涉书写系统、名姓登记系统等等因素，需要由国家基建发展法主管的相关机关修法。那未来法条通过，内政部就会执行。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拜四全台湾平地上界嘅温度出现伫咧新北嘅富贵角石顶啊，只有16度7尔。不过这上悬时间是还未够哦。气象署表示讲，后礼拜东北季风变强了后，17无排除出现一阵冷气团，北部地区上界温来到14度，中南部恐惊只有16度尔。台北市过车红灯的民众，每一人身上拢有挂套、喙罨、雨伞这3种基本的装备，规身躯是包条条。拜四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温度伫19度至23度，中南部地区早暗温差差要10度，高温伫25度至29度，低温伫19度至22度。不过上悬时间也未够，气象署表示，后礼拜一有一波的冷气团落来，北部上低温敢若剩14度，中南部地区嘛敢若16度。低温如果是以北部来说的话，大概会是介在14、15度左右。那如果是在中南部地区的话，大概会高一些，大概在16度左右。除了天气冷叽叽，互人感觉真爱困。北部宜兰地区连续落规礼拜的雨，嘛互人感觉真压榨。气象署表示，北部宜兰地区会落到拜6、礼拜2啦，东北季风减弱，全台会出现难得的好天。不过日开始，阁要出现规礼拜落袂停的雨。那到了27号呢？因为整体上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华南的水汽移入，所以整体上可能是下周这一个降雨范围最广的一天哦。就除了在北部东半部之外呢，在中南部山区，预估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雨势。气象署表示，拜四全台平地上低温伫咧新北的富贵角甲石顶，敢若16度7。气象署嘛提醒民众准备要迎接后礼拜全台冷叽叽的天气。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信用管制措施加上这个买厝贷款，抑佫伫咧排队消化。目前这买厝的市场有较冷落来。就这不动产资讯研究中心调查，发现讲这10月这北台湾有卖厝平均逐礼拜来看厝的，对顶半年的30-40组减少到16.8组，这有成交的也降低到平均一礼拜1组尔。另外，这财政部公布新青安房贷统计，10月受理只有4500多户，是这新青安推动以来第2低。您怕您的贷款不会过，是不是？没关系，我觉得都可以来看看，也许屋主这边都还可以再谈。一直联络客户想要约看厝，不过客户看厝意愿无悬，只好上网络为客户敲找适合的厝型。望冲关买厝交易量，自从央行推出第7波信用管制了后，嘛互房市透冷风。2、3天都会有带看客人看房子的机会，但是现在呢，1个礼拜有1通电话，其实就要偷笑了。可能半个月你有带看1组，搞不好现在可能都没有。财政部公布10月份新青安房贷统计，受理金额是大票367.34亿，受理户数干4599户，唔但月减10.81%，佮创下新青安上路以来第2低水准。有民众讲，因为看无房价下落，国家申请房贷可能爱排队，买厝的计划只好先划停。
钱就已经不够了，不够买了，想要去借嘛，可是借又借不到，或是借又要等很久之类的，那根本就不用玩啊，根本就没有得买房啊。有不动产资讯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北台湾10月一手厝的市场，一礼拜平均来客组数，为今年顶半年的30至40组，降到一礼拜16.8组，平均成交组数为4组至5组，降到刚剩1组。买方大致上都在期待所谓的降价，但是呢，在建商这一块来说的话，事实上仍然会去认为说呢，现阶段他们可能大致上都是以低首付来去做应对，但是呢，在降价上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此呢，现阶段可能在买卖双方上面就有所谓的僵持的特性，而导致于说我们这一次看到的买气上面就有明显的衰退哦。专家指出，明年1月美国准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变化，国家各银行还搁在消化贷款条件，未来台湾房市的走向可能都要听候明年下半年起草再较明。记者综合报道。有人力银行做调查，讲今年劳工一年赚的薪水平均是80多万，做半导体一年是差不多103万。也若做不动产中人的受到新青安政策影响，今年一年赚152万。另外，讲到这明年敢有法度来调薪水呢？根据统计，有将近5成企业可能会调，平均是调3.2%。如果讲年尾啊，大家拢伫咧关心年终奖金要安怎分，员工一年的辛苦是毋是咱有正面的回应？有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今年整体年薪平均是80.2万，年终的部分平均是1.12个月，比去年比是稍微增加0.04个月。但是其中有11.2%的企业年终奖金比去年较少。这些企业大部分都集中在民生消费产业，还有像餐饮服务业。那它在整体台湾的就业市场上面，他们就本来就属于年薪比较低的企业，他们要进驻那种高薪的水准，其实必须要靠其他的奖金、福利，还有创意的休假。根据人力银行调查，今年年薪总计前3名，依然是以半导体业第一，平均年薪是103.5万；电信加通信业是95.1万；微类纺织品制造业是94.6万。另外，伫咧非工程职务部分，因为业绩带动高年薪的行业，正像是新青安政策带动房市专列的不动产经纪人，年薪就到152.1万。申请专利的专利师是110.3万，也有汽车销售加通路开发人员，年薪也拢超过100万。因若明年有67.5%的股份会计法律业会调薪4.1%，超过4成的电信通信加制造业会调薪3.8%。另外，伫咧半导体业、大数产业业加营建业，估计调薪幅度会超过3%。餐饮业是不是就能够调薪？很多的连锁假使它生意好的，相对的它不是调薪了，它那个薪资吸引人。人力银行讲，虽然经济行出高低回升，但是不是所有的产业拢变好，以后的薪资结构恐怕也是 M 型化的差距，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要注意哦，这批行电动车1个月30就要开始列管。根据统计，今年到10月呢，高雄微型电动车事故有4成外拢是75岁以上老大人，也有少年人。不少这国中生、高中生拢骑这微型电动车。警察也要提醒讲，车这种车违规，同款挨罚。微型的电动车免驾照，嘛唔免纳税金。这几年真侪民众选择骑微型电动车，不过根据6都的统计，今年1月到10月，拢总有3876件微型电动车的交通事故，其中有12个人死亡。这个月30微型电动车特别强制挂牌管理，要是有骑车的民众唔知影相关的规定。不知道，我也是刚听说，然后。我以为都跟一般的摩托车都一样的，有什么新规定我真的不清楚。未领用牌照骑乘微电车，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当场禁驶，车辆移至保管。高雄市警察局统计，今年到10月，高雄微型电动车的事故有3成是国中甲高中生骑的，超过75岁时代嘛有68件，占1成2。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无烧牛。高雄区监理所嘛表示，这个月开始，逐天拢有民众排队要来检车，今年计共有11000多台要挂牌。我们除了
在所本部这边挂牌之外，在其他的微电车的厂商，还有工业区那边，我们有实施到点服务。以今年度来讲，我们已经有160场。监理所表示，最近检车时，有发现部分微型电动车有改过，所以走较紧。不过，只要时速超过25公里，就袂当挂牌。提醒民众把握上尾1礼拜的时间，申请牌照，骑车才袂去罚款。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苗栗三湾的东景村是一个敢若800多人的庄头，本地皆拢是自产的。不过最近所有供电业者来这施工，而且开发地点离徛街敢若3公尺尔。村民去到县议会抗议，县政府讲这个案件伫3年前就已经通过啊。也那这款团是认为讲供电开发选地点真重要，政府应该爱检讨政策。头白布条大声喊，拍死袂退。苗栗县三湾乡东景村40位民众1顶埔来到苗栗县议会头前抗议，因为当地面积大约2公顷的北东景段5大农地要起太阳能供电案场，距离徛街上近只有3公尺，认为危害健康甲农作。县长真当紧接下陈情书，强调这个案场伫咧2021年县府审查通过，虽然合法，但是居民反弹，会协调业者出面沟通。靠近住家吗？太近，废水的那问题，洗的水啊它还是会流到那个农田嘛。以后我要怎么种那个农作物嘞？光电如果离那个住家太近，甚至在人家的门口那个一定会引起纠纷啦那我还是希望说这个业者可以出面一下，跟乡亲再做沟通甚至我们也愿意担任这个来跟他们协调看看。全面指控雨水冲过太阳能板会污染农地，农地破碎化嘛会破坏农村景观，人口甲经济会搁较落差。供电业者表示，今年10月要伫咧当地举办说明会，但是因为村民的情绪伤过激动，地书断去。目前这个案场đã完成水保工程，等待县府验收，后续愿意甲地方沟通，而且强调清洗面板袂去使用化学药剂，袂污染土地。过程中间情绪有些激动，所以我们是中断了会议那样子。那我们也是很希望说有机会再做一个大家对太阳光电的认识，或者是说有一些误解，我们可以解开那样子。引导业者往比较类似像开发区、都市开发区临近周围的地方，而不是一直让业者跑到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他唯一选址的唯一要件就是农地很便宜。环保团体是认为，东景村案已经通过审查，实务上爱反转是介困难，但争议搁一届凸显供电场选址的重要性，应当纳入生态环境、人文历史考量，建议政府引导业者向都市开发区边仔来选择，才会当避免供电入侵农地的争议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市美仑地区最近常常传出歹味，环保局稽查了后呢，发现讲是一间伫工业区处理粪扫的燃料厂发生火灾，而且这粪扫到单还阁伫咧烧，环保局也依法展开罚单。这间伫咧美仑工业区往七星潭方向的工厂，是专门甲粪扫甲茶枯燃做废料，送去大年和平厂做燃料的厂商。伫咧8月厂区的粪扫导火，附近的民众就开始闻到臭味，确实是花莲市粪扫场的问题。那个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以前是怀疑招垃圾场，招垃圾。经过环保局的稽查人员稽查的结果。发现是我们美仑工业区华东路这边有某一家厂家，他在处理垃圾的时候造成闷烧的一个情形，所以造成空气中弥漫了一股塑胶的味道。环保局讲，这间做燃料的工厂囤真侪原物料，下骹硬做去积掉的，发现火警了，内面一个翕伫咧烧，臭味得到东北季风飞到市区，才会遮臭。我们18号、19号、20号、21号都有采样，那我们也会再做戴奥辛的检测，超标就会罚，异味的部分会从10万起跳会开始罚。关于员工这件空污事件，因为包括塑胶甲茶壶的混合材料，烧的过程可能会产生正毒的戴奥辛。严重影响居民的健康，要求县府爱对业者重罚加追究责任。那其实，在整个居民来讲，已经非常愤怒的。那塑料确实会产生戴奥辛，也会产生民众的健康上的问题。那要求花莲县政府立即的对厂商进行相关的行动。
环保局讲，怎么已经甲污染气体送去做成分分析，若是超过规定，就会随开单处罚。现主时是要求厂商暂时停工，先拍火，伫分析甲防治结果出来了，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的统计，这肺癌是国内癌症死亡率上界悬的。中华汉明基督教病院今年加入卫福部的肺癌早期政策计划，有一位家族病史63岁吴先生接受这免费体检，发现到这肺癌，加在是初期的肺腺癌，经过手术治疗了后，目前病情稳定。这位63岁姓吴的民众有肺癌的家族病史，是肺癌高风险族群。透过低剂量的电脑短暂扫描检查，发现肺部有各样，确诊肺腺癌，转进治疗，目前状况稳定。那经由国健署早期肺癌筛检的计划，能够早期发现双侧的这个肺癌，那顺利的在完成这样手术，然后同时做2侧的单孔胸腔镜手术，手术中呢仅花费3个多小时。我姐姐她本身呢是肺腺癌，很幸运的，我这样的治疗之后是属于第1期的，那后面的要治疗部分就不用再做化疗，只要定期追踪就可以了。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肺癌是国内上侪人着病，每期才发现的比例上悬，加死亡率排第1的癌症。医师表示，低剂量的电脑短暂扫描是目前证实唯一会当早期发现肺癌的检查。透过这项检查，会当改善过去照电光无法度发现初期肺癌的状况。这个肺癌的病人，因为症状不明显，然后等到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很后期的肺癌了，所以预后都不好，死亡率很高。现在有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可以在病人的病灶还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卫福部国民健康署2022年开始办理肺癌早期的检查计划，提供肺癌高风险族群2年1摆免钱的检查。医师嘛呼吁符合资格民众主动接受肺癌体检，保护家己的健康。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年71岁独居的吴阿公，希望生日时阵会当食猪脚面线做生日。伊少年时阵出海掠鱼，退休了后，颔棍开刀，得到神经的关系，行动不方便，敢若会当踮伫厝内面生活，而且身躯边无亲人甲照顾。社福团体听到阿公愿望了后，专讲伫伊生日这天来到厝里替阿公做生日。今年71岁吴阿公，开伫靠行船讨海20外冬。退休了后，就住伫这间房间内。虽然讲因为开刀行动无方便，不过平常时拢是家己照顾家己。少年无闲讨海，一老家己大，拢毋捌过生日，直到71岁人生头摆做生日。较早人也讨海啊，掠鱼啊。今日大家咧来甲你庆祝生日啊，你欢喜啊？欢喜啊！遮侪人遮欢喜嘅。较早敢有人甲你过生日？无。有关心长辈社福团体，特别买鸡卵糕替阿公做生日，各传猪脚面线、白菜肉才会好料的。把招其他的独居时代做伙来斗热闹，现场嘛安排好听的音乐，让大家听歌，把心情放轻松。独居老人最需要的就是大家每天的关心以及照顾，因为他一个人居住，没有其他为人子女的关心，老人心里的孤独以及身体健康上面的方面的层面呢，都需要志工来关心他。根据统计，目前新竹县市有约1200外的独居的长辈，而且台湾每年进入超高龄社会，老人人口会愈来愈多。社福团体呼吁大家爱关心这个议题。其实独居的长者是越来越多，那其实在像独居长辈可能在家中往生啊、孤独死的状态也是日益增加。所以就是希望社会大众都能够一起来关怀独居的这个议题，那一起也是可以多多关心邻里，如果有独居的长者，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义工的行列。无偌久，特别旧历过年啊，社福团体把希望社会各界会当发挥爱心，关注社福团体，互因会当款年菜，或者係独居的时代，会当伫过年过节的时，感受到社会温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台湾长篇小说《台湾版》优录的英文版，伫咧美国时间11月20日，摕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翻译文学大奖。这是台湾文学头一摆伫咧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得奖。出版社也表示讲，这是世界级的大奖，正受到文学界关注。英文版伫11月中上市了后，也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目前有英语、日语、韩语的版本，捷克语的出版也当咧讨论。And the winners of the 2024 National Book Award in Translated Literature are Yang Xuanxi. 台湾漫游录作者杨尚祖甲英文翻译者金玲伫美国纽约的颁奖典礼，知影作品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欢喜甲激动小览。这是台湾文学史上头一届伫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得奖。应该说10本书到5本书，到最后是这一本书。这个三个过程里，对我而言都是哇，如梦似幻吗？或者说太没有真实感了。作者杨尚祖分享，伊感觉这一切还未反应过来。伊也表示，小说写100年前台湾的过去，是为着要走向未来，希望透过作品，互民众产生共鸣。不管过去、今麦也是未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日常的东西里也会感受到出现差异。那这时候台湾人才会，就是当压迫更强烈的时候，台湾人会开始思考，我到底是什么人，或者是我到底要在这个时代的某一刻里做出抉择的时候，我到底要做什么抉择？台湾漫游录伫2020年出版，小说内底除了展现台湾的小姐，也讲到女性情感甲实名议题。即卖有日语、韩语、英语的版本，英译版本11月中伫美国上市了后，也引起其他国家的讨论。出版社表示，美国国家图书奖是美国文学界真悬的荣誉，得奖对台湾的文学是真大的肯定。那基本上，美国国家图书奖可以说跟普利兹奖是2个最重要的图书奖项。以前对我们来说，其实台湾的出版社就是很关注这2个奖项得奖的作品。出版社也希望未来愈来愈多外国读者会当透过文学认捌台湾。作者杨尚祖强调，这几档台湾渐渐互世界看到，不管是对政治方面，也是社会上的各种角度来看，也是因为台湾的知名度提升，台湾的文学才会走向国际，受到愈来愈多人的关注。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9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